今天你这道料理用里脊肉的话，它很瘦啊，可是为什么我们外面吃这一道会觉得肉很嫩？有什么撇步吗？因为其实里脊肉它的油脂量很低。对。哦，那我们稍微把它拍松一点，其实它本身肉吃起来，不管是炸过还是炒过，通常都会比较软嫩啊，不会、就是要有拍的动作。对，稍微让它松弛一下。OK。这就是我要问的，因为我也不太喜欢煮这个里脊肉，我觉得哎呀，怎么煮都好像很柴。可是老师说，你只要善用一些小方法，可能就会让它的肉质呢稍微改变一下哈。那我们来看看老师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里脊肉哦。那我们现在改一下里脊肉。现在我们先把筋去掉。有筋的地方不要。好，老师，这个里脊肉，他先把它切成片，就是非常仔细的把上下的这些筋有带筋的部分呢，都把它处理掉也是稍微拍一下，真的口感，等一下吃起来口感真的会比较软嫩，吃起来比较不会那下管管。这才是重点哈。那我们现在先把鸡蛋加在玉米粉跟那个太白粉里面。还有一点盐巴，是，把它搅拌均匀以后，再把它加入在我们刚拍打过的里脊肉里面。我们感觉有一点干，我们再加一点水，那呈现有一点像面糊这样包裹在肉上面这样，那就让它静置大概10分钟，我们就可以等一下再来把它炸过。来，我们接下来就把刚刚腌好的腌10分钟的里脊肉，我们现在下锅大概150度把它炸熟。大家有注意我们虽然这个里脊肉呢，经过10分钟之后都已经绵成像一个肉团一样但是在炸的时候，你不要把整团丢进去，在那边再把它和开要像老师一样，就一根一根的把它拿出来炸我们现在像这个油泡比较大，以后浮起来肉就差不多熟了。我们先把它捞起来，因为等一下也要讲酥对，想酥吃起来才外酥内嫩。好，所以跟刚刚的鸡柳一样我们也要有一个抢酥的这个动作，把油温拉高之后呢，再迅速下去，大概10秒钟之后再把它捞起来。那现在油温够，我们就把肉再放下去，它还是会修花翻白那表示它水分就减少，表示它表皮就比较酥脆。你要赶快趁这个时候把它捞起来。火可以关了吗？可以关。我现在再加一点点的油在锅子里面，这是要先爆香我们的黑胡椒。其实这时候开小火，因为黑胡椒很容易苦其实爆到香味有出来，我们其实就可以把它关火。所以老师，这一般外面已经磨碎的黑胡椒就好，还是说你会建议我们用一颗一颗的原来的那个胡椒，然后去把它碾碎？其实各有各的特色啦。其实这样现在很方便，这样都已经帮你搅碎了其实吃起来就已经香味就很够了。
哦，所以老师也没有把它煸得很像冒烟哈。不需要，因为这个东西会太苦啊。哦，会太苦。那在开销我把这个葱啊、蒜、辣椒稍微爆香一下。哦，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是好像是吃干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吃干的，不像刚刚我们鸡柳啊，是淋上我们的柠檬汁一样。那我们现在稍微有香气出来以后，我们就把这个里脊肉倒下去。哦，再倒下去。再加少许的盐巴。哇，这是我们在家可以自己做的简单的料理，盐酥鸡一样，对不对？稍微把它拌。这小朋友一定很喜欢吃啊。这个也很下饭，也下酒。是，那如果小朋友呢不太吃辣呢，我们虽然这个辣椒哈很红，但是台湾现在也有那种很大的辣椒很红，但是一点都不辣的哈。那但是颜色上会让你觉得比较有食欲的。哦，颜色好漂亮。其实这道很简单啊，其实在家里下酒也好，吃饭也好。家里有聚会也好，对啊，其实真的都很简单哎，可是有时候真的变不出什么花样来了哦。好，这是老师带来的第2道这椒盐里脊，希望观众朋友会喜欢。我们下次见。